曾仕強教授曾經講過嘅，教小朋友最好嘅方法咧，就係一對夫妻喺度傾偈，而唔係直接去教佢。好多時候咧，人就係唔相信直接同佢講嘅嘢嘅，道聽途說反而深信不疑。小朋友亦都係一樣喎。其實小朋友無時無刻咧都喺度偷聽緊父母傾偈嘅，並且係佢哋最聽得入耳嘅時候。所以大家可以試下喎，將想灌輸俾小朋友嘅道理啊、規矩啊，融入喺兩夫妻傾偈當中。舉個例子啦，如果你想個小朋友自己收拾好翻啲玩具嘅，可以選擇細細聲同個爸爸討論扮嘢咁樣講，你個仔啲玩具啊到處都係，你使唔使幫佢執翻好啊？然後個爸爸就話唔使，自己嘅事自己做啦，個仔啊玩夠就會自己收翻㗎啦。上次我都見到佢係自己收翻好㗎，佢其實都好中意整齊同埋有條理㗎。過咗一陣呢，個仔就會主動提出啦，媽媽你唔好搞我啲玩具啊，我識自己收翻好㗎啦。大家咧即管翻去試下啦，效果真係好驚人㗎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嘅片喎，又或者大家有啲乜嘢睇法，歡迎留言分享俾我，下一集見。